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天气小热，蚵成长。新港的蚵仔一袋斤是来起10块。中华新港的蚵仔，因为今年伤热咯，加上前一阵变大雨，蚵仔生袂大粒，所以产地价来起价，一袋斤为160起到170。蚵仔农工实在真歹势，因为产量减少，才会来调悬着价销。啊，这个餐饮业者是按风台过了后才要来起价，所以这个价销未调整。蚵农伫买蚵仔壳，将蚵仔壳舀出来。每一年5月份本来是中华新港蚵仔大出的时阵，到新港就使食到真好食的蚵仔。要么今年有去前钓，价销嘛起到一袋斤170块。涨10块啦，不好意思。产量啊，有比较少吗？大概少多少？少差不多2、3成。它是什么原因？大概是天气吧。蚵仔农讲，蚵仔上惊热甲落大雨，今年5、6月份都是热佮兼落雨，所以讲产地价销有起价。卖蚵仔煎到蚵底的人上知影。袂啦，啊，就先暂时，阮是安尼先吸收啦，嘿啦，嘛无要起价啦，啊，就变看啦，看天气会落一高雨啊，收成较好袂？暂时嘛是咱点来吸收啦。蚵仔有变较贵，要么业者嘛唔敢起价，就惊讲消费者无买买。要么说来是风台季节，若是讲有风台佮落大雨，蚵仔的产量会变佮较少，价销一定会起。业者讲，若是挡袂牢，蚵仔煎嘛爱对咧起价，时到消费者若想要食，就爱加开淡薄仔钱。